那是台湾正在咧讨论薪水的问题。日本劳资双方今年第2轮谈判结果，企业同意加薪水5.4%，这是34年来一个手调上济。虽然对劳工来讲这是好消息，不过这几年因为日票变薄，加上通货膨胀，日本实际上的薪水其实是一直咧退步。 日本上大劳方团体日本工业总联合会日表示，在今年第2轮的谈判，资方同意调薪5.4%，比起1礼拜前预测5.46%较低，啊，不过也是34年来上悬的调薪幅度。日本的劳资双方一直春季进行集体谈判，叫做春斗。大企业会先结束谈判，尾后则是中小企业，所以最后公布的总结果会比第1轮谈判的数字较低。调薪消息传出了后，劳工表示加薪互人做事较拼死。 やっぱりこう世の中の物価が結構上がってるので、賃上げしていただけてすごく自分の生活的にも余裕が出ましたし、精神的にも余裕が出て、全体的にあと仕事も頑張ろ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もなれたのですごくそれ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不过一寡日本民众感觉通货膨胀的压力更较大，表示落地也是偏偏。夫団体職員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さほど上がったっていう話はしないので。 ただ厳しいだけになってますね、生活が。日本的经济无好真久啊，薪水甲物价一直真低。不过最近2年来通货膨胀的趋势明显，互日本央行伫1年内已经相关利息3届。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2024年平均工资，平均月薪是33.200日票，差不多是台票7万外，已经是1976年来新悬。不过薪资成长也是对不着通货膨胀的速度。最新资料显示，今年1月的薪资，伫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了后，甲去年比起来也是下降1.8%。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